分享多种人新闻现场，行政院今日通过莫拉克风采在后重建铁皮条例草案，我用1000亿的铁皮预算，提3年内完成重建工作。至于立法院係咪會加開臨時會來審議，院長王金平講會朝野協商過後個決定。那會全國各政府機關學校也會對22個月開始連續3年共辦期來外拖。在後天13日，就算上網嘅信息已經傳出來，不過在明年與年比上，拿出進行重建家人，對在後嘅重建工作，馬政府也擺唔敢海苔嘞。跨部會、跨中央地方都要那麼參與，所以我們的執行機關也指定了那麼各級政府機關，包括那麼中央的、縣市的、直轄市的，到我們基層的鄉鎮。最重要，我們這個重建要經費。所以特別預算，這個特別條例裏邊也指明在1000億的額度裏邊。這個通過重建條例，為了要改變按照年來咁錯誤嘅風波，馬政府要用行圖展現解決能力。2000億預算嘅莫拉克風采在後重建鐵皮條例，除了建立優惠土地遷移、研發新強相關手術，連在面而塞嘅會所也已經入嚟初步計劃。我們已經選定8個點，那麼這個土地都已經那麼確認安全。而且我們也都找到認養的單位，那麼基本原則就政府提供土地，民間那麼提供他們的人力物力。立法院係咪會加開臨時會當日嘅通過在後重建條例？立法院長王金平表示，啲稍早進行吵架協商過後，過咗最尾決定。另外，行政院也表示，為了愛托莫拉克風采理念嘅正面，喺8月22到24，全國嘅各機關และ學校都各辦期。下個新聞分圈分田淑芝特別報道。